哎呦，要不要送你去医院啊？不用了，我看见你呀，心里就特别踏实。要不你明天到我家来陪我说说话，好吗？喂，妈，干嘛还忙着呢？妈妈让你观察一下你哥哥身边的那个男人，好几天了，观察的怎么样？哼，哪有什么鬼男人，分明就是一个目的不纯的女人。女人？哎呀！这拍的不错。好看吗？挺好看的，挺好看的。陆离，您认识我？嗯。没想到你跟高中的时候一模一样，快言快语呀。怎么是他？不好意思啊，刚才吓到您了，喝点热的暖暖吧。哎。我自我介绍一下吧，我是玉成的妈妈，你叫我程阿姨。程阿姨，您好，那您这是？我听说玉成公司的程序组招了个女生，所以特别好奇，想看看。虽然今天确实有点唐突，要不你明天到我家来做客，算弥补我今天的冒失，好吗？不用了，阿姨，我明天还得上班呢。哦，哎呦，哎呦，我好痛，好难受。阿姨，你怎么了？我刚才可能受惊吓了。哎呦，要不要送你去医院啊？不用了，我看见你呀，心里就特别踏实。要不你明天到我家来陪我说说话，好吗？可是江总他……江总他平时不在家的。哎呀，好像又有一点痛。阿姨，我……好吗？那我明天去看你。真的？那咱们一言为定啊！明天我等你啊。好像还有点痛，那我先回去了啊。拜拜。怎么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？